好，歡迎各位家長參加今次嘅簡介會啊！大家好，我叫 Terence，咁係香港資優教學院學校及學生服務嘅高級課程主任。咁嚟緊今次嘅簡介會咧，咁就會為大家介紹下我哋香港資優教育學院嘅課程啦、服務啦，同埋我哋嚟緊嘅家長提名嘅一啲資料嘅。好，咁今日嘅內容咧，主要會同大家講下我哋香港資優教育學院嘅學習機會啦，我哋提供嘅課程同埋服務，咁同埋都會同大家介紹一下點樣去甄選資優學生嘅一啲方法啦，同埋我哋嚟緊嘅家長提名入邊嘅一個全新嘅甄選測驗嘅一啲簡介，同埋當中嘅時間表嘅。好，咁嚟緊嘅時間咧，咁我哋資優教育學院嘅院長黃金耀博士咧，有啲説話想同大家講嘅。好，各位家長好，歡迎嚟到我哋一年一度香港資優教育學院嘅提名簡介會啦。我係香港資優教育學院院長黃金耀。好高興啦嚇！我哋過去嗰年咧，其實咧都收咗2000多位新嘅學員嚇，嚟自全港嘅中小學啦嚇，有部分就會透過學校提名啦嚇，當然唔少咧都係嚟自家長直接提名嘅嚇，有一部分學生咧，其實佢透過我哋另外一啲計劃啦嚇，就包括係一啲尖子培育計劃嚇，喺一啲大型嘅比賽攞咗獎咧，佢哋都可以去申請成為我哋嘅學員嘅嚇。今年嚟緊新嘅學年啦，2025至26年咧，我哋會有一個新嘅評核試嗱。以往咧如果你可能知道你嘅或者你自己嘅大啲嘅仔女啦，或者可能你朋友嘅仔女咧，知道咧，如果成為我哋香港資優教育學院嘅學員，其中一樣嘢要做咧，就係要預先咧要做一個網上嘅一個自學課程。今年咧，我哋呢個課程咧就取消咗啦。同學咧如果你想申請入嚟做我哋個學員咧，只係需要做一個評核試嘅啫嚇。而呢個評核試咧，我哋個時間咧就推遲咗啦，喺出年年初。一陣間我哋同事咧會詳細啲講下嘅嚇。所以咧就唔需要有啲咩特別嘅準備啦嚇，或者要花可能幾個月時間去讀呢個課程啦嚇。同樣咧完咗之後係啦，其實咧我哋睇成績咧就可以話去直接取錄噶啦，就唔需要再交一系列嘅一啲履歷啊成績表嗰方面嘅係啦。所以咧將個時間咧都可以話大縮短咗係啦。所以咧會多啲時間咧喺尤其是今個啱啱新學年啦，多啲時間咧俾家長啦，可能同學校老師去了解多啲你嘅子女咧係咪都適合成為我哋嘅學員。所以咧多啲時間俾你哋去準備同埋觀察啦嚇。同樣咧，如果你哋嘅子女咧係喺途中可能轉咗學校啦或者甚至離開咗香港去咗其他地方升學咧，我都希望你哋咧都要盡快去申報翻，話俾我哋同事聽你哋轉咗邊間學校或者去到邊度讀書，因為我哋需要去更新我哋嗰個資料庫嘅喺度咧都希望家長咧都可以留意呢方面嘅細則嘅喺度咧都祝家長同埋同學咧都係身體健康啦，同埋生活愉快嘅。好期待咧見到你哋嘅子女啦，都好快脆成為我哋香港資優教育學院嘅學員。好多謝大家。係好，唔該晒院長。咁嚟緊嘅時間咧，總就會由我哋香港資優教育學院嘅助理院長黃仲波先生咧，為大家介紹下我哋學院嘅課程同埋服務嘅。各位家長，再一次歡迎大家咧出席今日嘅學院安排嘅簡介會。我係香港資優教育學院嘅助理院長黃仲波。我相信家長當中咧都有一部分咧都對學院係相當熟悉噶啦，但係我亦都相信可能有一部分嘅家長咧唔係太了解學院嘅課程啦同埋服務嘅。咁所以咧跟住落嚟嘅時間咧，我就會向各位簡介一下學院嘅服務同埋所提供嘅課程內容。好，咁香港資優教育學院咧就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嘅所全數資助嘅一個非牟利教育機構。我哋就係專責為喺香港讀緊書10至18歲嘅資優學生提供校外嘅資優教育服務嘅。同時咧，我哋亦都會為家長啦、教師啦提供相關嘅專業支援。學院亦都設有一個研究小組，會從事一啲同資優教育相關嘅教育研究，
為學院嘅未來咧發展提供一啲有用嘅資訊。學院每一年咧會大約咧係提供300至400個嘅課程，而呢啲課程咧都係由學院裏面2個部門咧係負責設計同埋推行嘅。其中人才培育部就係主要提供課程嘅單位。每一年人才培育部都會為學院嘅學員提供好多嘅增潤課程。呢啲增潤課程都係種類繁多嘅，係希望讓學生係能夠透過唔同嘅學習經驗咧，去揾出自己嘅興趣啦，同埋確定自己嘅能力。如果學生係喺某一啲嘅課程裡面，某一啲嘅範疇裡面都已經了解自己嘅興趣啦，希望喺某一個範疇裡面能夠深入嘅研究學習嘅話咧，學院亦都會安排到呢啲學生咧係參加啲進階嘅學習課程。呢啲進階嘅學習課程咧，好可能咧係比較長啦，甚至長到去有100個小時嘅。而喺進階嘅學習課程裡面，我哋嘅課程主任亦都會去觀察學員嘅表現。如果發覺到有一啲表現突出嘅學員，我哋都會邀請佢咧係參加啲獨立嘅學習或者一啲研究項目。除咗呢啲比較學術性嘅課程之外，學院嘅學校及學生服務部亦都會提供另類嘅一啲全人發展嘅課程同埋啲輔導服務。我哋亦都會同學校嘅舊生啦有聯繫啦，希望能夠為佢哋提供一啲延續性嘅服務嘅。由於學院咧每一年提供嘅課程咧係非常非常之多，所以咧形式亦都係有好多百花齊放嘅。我哋係有一般嘅講課啦、講座啦、工作坊啦，亦都有一啲落手落腳去做嘅一啲實驗課程，更加咧有由專家帶領嘅一啲實地考察啦、參觀。學院亦都有培訓學員參加本地嘅、全國嘅同埋啲國際性嘅比賽，讓佢哋咧係能夠進展自己嘅潛能。於300-400個課程，其實內容係包括啲咩咧？裡面當然啦，有包括一啲所謂 STEAM 嘅課程啦，就係譬如話航空嘅課程啦、水下考古嘅課程啦，或者啲海洋嘅課程，我哋都有包括到。除咗一啲嘅 STEAM 嘅課程之外咧，我哋亦都照顧到另外一啲嘅學生可能有興趣喺人文或者藝術方面嘅發展喎，所以我哋亦都有一啲戲劇嘅課程、博物館嘅課程、外交嘅課程，甚至一啲係好富中國傳統文化嘅一啲茶藝品茗嘅課程等等，讓不同興趣嘅學生咧都有機會咧係學習到佢哋自己喜愛嘅學科。學院更加為一啲有領導才能潛質嘅學生咧，係每一年咧係定製一啲嘅專門嘅訓練課程，包括到一啲領袖嘅工作坊啦、訓練營啦等等，讓有啲有領導才能嘅學生能夠咧盡量發展佢嘅潛能。學院係一直係沿用一個叫做人才培育嘅模式咧，去設計我哋嘅課程嘅。首先咧，每一年新入嚟嘅學員咧，我哋都好鼓勵佢咧係參加啲增潤課程。透過呢啲增潤課程咧，希望能夠好快咁揾到自己一啲嘅興趣同埋真正嘅實力喺邊一方面。然之後，學員就可以按自己嘅興趣咧，係再去報讀一啲進階嘅課程，喺某一個範疇裏邊咧，能夠盡心嘅研究。喺進階課程裏面表現突出嘅學員，佢亦都可以咧係參加啲專門化嘅課程，會得到專家嘅一啲嘅照顧啦，或者一啲嘅師徒制嘅課程啦，讓佢哋咧能夠從事啲非常之深入嘅研究課程嘅。由於我哋有300-400個課程啦，所以上課嘅地點咧亦都係分散好多地方。除咗喺學院沙田嘅校園上課之外咧，學院亦都同8間嘅中小學咧有啲合作嘅協議。有部分嘅課程咧，我哋係安排喺呢8間嘅衛星中心裏面上課。學員於是就可以根據自己住嘅就近嘅地方咧，係選擇上課嘅地點啦。
同時間，我哋亦都同本港嘅各所大學啦係有好緊密嘅聯繫，有大部分嘅課程咧都會喺大學嘅校園裏面上課，所以咧小學嘅學生咧都已經有機會咧去到大學裏邊咧係上課噶啦。除此之外咧，更加有一啲課程係某啲特定嘅場地嘅喎，例如頭先提及到嘅一啲航空課程啦，我哋就會去到香港嘅國際機場嘅禁區嘅範圍裏面咧係去上課噶啦。除咗上述講到嘅一啲課程之外咧，學院亦都會提供到一啲輔導同埋諮詢嘅服務嘅。學院係有駐院嘅心理學家啦，同埋輔導主任喺度，佢哋係會為有需要嘅學生或者學生嘅家長提供免費嘅諮詢熱線服務。如果有一啲比較複雜嘅需要較長時間提供服務嘅個案咧，學院亦都會安排咧一啲收費嘅輔導服務嘅。咁究竟學院係點樣去識別同埋甄選學生，以至到咧係能夠提供到佢哋一個學員嘅資格咧？咁我哋都希望咧家長咧都能夠咧係好客觀咁處理去甄別究竟小朋友係咪有資優嘅潛質咧？我鼓勵咧家長咧係從多方面、多個渠道啦，同埋多個亮度咧係去搜集下究竟小朋友係咪有啲資優潛質。例如我哋除咗可以同學校嘅老師溝通，學校嘅社工溝通，了解學生你嘅小朋友喺學校裏面嗰個表現之外咧，其實我哋亦都可以從佢學校嘅考試成績啦，或者一啲課外活動嘅表現啦。甚至係你嘅親戚朋友嘅觀察等等咧，都可以咧係對小朋友咧係有更加全面嘅掌握嘅。其實我哋係咪一定要需要一啲好專業嘅人士先能夠幫我哋識別到究竟邊個小朋友係唔係資優嘅兒童咧？咁好多專家都話俾我哋知咧，其實係唔需要嘅。陳同安教授更加教咗我哋有8字嘅口訣，可以幫我哋咧家長咧喺日常嘅生活裏面咧，從觀察上面都係揾到一啲資優兒童嘅一啲特質嘅。呢8個字咧就係愛、多、早、久、快、強、活、廣。意思即係話我哋從我哋平日嘅觀察睇下小朋友係咪都好喜愛發問嘅咧？佢哋係咪都有好多唔同嘅興趣咧？佢哋嘅思想係咪比一般嘅同齡嘅同學咧係會早熟一啲咧？佢哋對自己有興趣嘅學科係咪有好持久嘅專注力咧？如果遇到一啲問題嘅話，佢哋嘅反應係咪特別快嘅咧？佢哋係咪有比其他同學更加強嘅記憶力咧？對於去處理一啲事情嘅時候，佢哋係咪都好靈活，識得變通嘅咧？又或者佢哋喺某一啲嘅層面裏面某一啲嘅課題裏面咧，有非常之廣闊嘅知識層面咧？家長不妨咧試下從呢8個唔同嘅方面去多啲觀察你嘅子女，從而發掘佢哋係咪有一般嘅資優兒童常見嘅特質啦。我哋嘅學員咧係嚟自香港各區啦，佢哋都係擁有多元嘅才能，而且大家都有共同保持住追求卓越嘅志向。咁究竟有興趣或者想發展自己潛能嘅學生，佢哋係有咩途徑可以入到嚟香港資優教育學院成為學員咧？基本上咧，我哋主要咧係有2個唔同嘅途徑嘅。第一個就係學校嘅提名，即係話學校嘅老師、校長佢哋平日觀察到小朋友喺學校裏面嘅表現，佢哋就會因應住佢哋嘅特質咧，係提名佢哋參加學院嘅一個甄選測驗。咁但係如果家長發現到經過咗學校提名之後，咦你嘅子女咧未獲得學校嘅提名喎，咁你哋不妨咧亦都可以自己咧去提名你嘅子女參加呢個甄選測驗。2種嘅提名方法咧係冇分別嘅，只不過係唔同嘅人去做呢個提名人嘅啫。咁獲提名嘅學生都係要參加我哋今個學年咧係新推出嘅一個甄選測驗。當呢啲學生參加咗呢個甄選測驗而有合格嘅成績嘅話咧，學院就會收佢哋咧係成為咧係學院嘅一啲學員，
然後就可以開始咧喺學院裏面咧係讀課程噶啦。究竟呢個甄選測驗係啲咩嚟嘅咧？嗱，呢個係一個新嘅測驗嚟嘅。學生咧係會需要喺一個指定嘅網上平台裏面進行。不過咧，學生係可以喺香港任何一個地方咧係參加呢個甄選測驗，只需要佢哋配備到一個電腦啦，而呢個電腦咧配備到一個網絡嘅攝影機，同埋有一個穩定嘅網絡連接就可以啦。測驗嘅內容咧分開咗3個組別，分別係咧小學組啦、初中組啦，同埋高中組。我哋之所以推出呢個全新嘅甄選測驗咧，目的都係希望能夠咧係更加全面嘅去了解學生喺不同嘅學科裏邊嗰個學術表現，而且我哋亦都希望透過幾個唔同嘅範疇咧，係全面評估學生不同嘅特質同埋能力。而整個甄選測驗咧，所需要嘅時間咧係遠遠比以往咧係短嘅，所以成個嘅甄選嘅過程咧係都縮短咗好多，而學生咧係好能夠咧好快就喺同一個學年裏邊咧係成為香港資優教育學院嘅學員，從而咧係快啲咧係能夠享受喺學院裏面嘅各種嘅課程噶啦。大致上呢個學校提名同埋家長提名嗰個程序咧係就好似而家顯示喺熒光幕上面嘅一樣啦。咁一般咧，我哋希望咧就安排到咧學校先做呢個提名嘅，學校會喺每一年嘅11至到12月嘅時間先去提名佢哋嘅學生。當學校提名完畢之後，家長發現到你嘅子女未獲得提名嘅話咧，呢個時候就可以按你自己嘅需要提名你嘅子女咧係報讀呢個甄選測驗噶啦。咁所有嘅提名應該咧係大概每一年咧嘅1月左右咧就係完結。於是學院咧就喺2月中至2月尾咧就會安排獲提名嘅學生咧進行呢個甄選測驗。所有參加甄選測驗嘅學生，佢哋嘅測驗結果咧應該會係大概喺4月中咧就完全咧係可以得到噶啦。咁到時咧係5月嘅時候，學院咧就會邀請翻一啲已經合格嘅學生咧係註冊成為呢個學員。而喺我哋每一年咧，通常喺暑假嘅時候咧，亦都係最高峰、最多課程嘅推出嘅時間，所以剛剛完成咗註冊嘅學員咧，就可以立即咧係報讀暑假嘅一啲課程噶啦。除咗頭先所講嘅學校或者家長嘅提名之外咧，其實家長咧亦都可以留意下咧，原來咧係仲有其他途徑咧，你嘅子女咧都可以咧有機會成為香港資優教育學院嘅學員嘅喎。因為每一所嘅學校，每一所中學啦，校長咧係可以咧提名一位係有領導才能潛質嘅學生，同埋一位喺視覺藝術有潛質嘅學生咧，係交上佢哋嗰個個人檔案俾學院去審核，然後咧就係經過審核之後咧，學院咧就係會揀選合適嘅學生咧係錄取成為學員嘅。咁所以家長亦都可以留意下啦。如果你發現到你自己嘅子女係有呢2方面嘅潛質，你不妨可以同學校了解一下嗰個校長提名嘅計劃嘅詳情。除此之外咧，學院亦都有另外一個嘅尖子培育計劃，係每一年喺香港裏面咧都有好多唔同類型嘅一啲嘅比賽，學生咧係可以經由學校啦或者自己咧係報名參加。學院咧都係同呢啲嘅比賽，某一啲嘅比賽咧有一啲合作協議。我哋會喺呢啲商定咗嘅一啲嘅比賽裏面咧，係揀選嗰啲獲獎嘅學生，係直接邀請佢哋咧係申請成為學院嘅學員嘅。咁呢啲嘅校長提名計劃裏面嘅學生，佢哋交咗啲個人檔案嚟之後咧，學院咧係會要安排一個面試啦，或者咧係審核佢哋個人檔案，然後先錄取佢哋成為學員。但係尖子培育計劃咧，被邀請嘅學生咧係可以直接成為呢個學員噶啦。當學生係交咗佢哋嘅個人學習檔案嚟到學院咧，
學院咧係會有一個專隊咧係按照任裕理教授嘅三環理論咧係作出評審嘅。我哋會根據任裕理博士佢提出嘅是否呢個學生係有中上嘅學習能力啦，是否有創造力啦，同埋佢哋是否有對學習嘅熱誠咧，係作出一啲嘅評核。如果都能夠具備到上述三個唔同嘅特質嘅學生嘅話咧，我哋就會錄取佢成為學員。好啦，嗱咁咧，我簡介個學院嘅一啲嘅課程啦，同埋甄選嘅一啲準則啦。咁至於整個新嘅甄選測驗嘅內容同埋報名嘅細節係點咧，我哋就交由我嘅同事咧向各位介紹。係，咁唔該晒黃總波助理員啦。咁嚟緊嘅時間咧，咁就會由我哋學校及學生服務部嘅經理 Stella 咧，同大家介紹一下點樣報名參加全新嘅甄選測驗啦，同埋佢嘅時間表大概係點樣嘅。唔該晒副院長。咁跟住落嚟咧，我哋都會可以睇翻成個全新嘅甄選測驗嘅時間表嘅。咁我哋今日嘅簡介會完咗之後啦，我哋喺嚟緊11月25號咧，都會有一個係更加詳盡嘅簡介會啦。咁到時咧，我哋家長咧就可以咧係知道點樣成個嘅報名流程啦，同埋咧網上報名平台嘅運作啦。咁我哋個報名咧，大概會喺10月尾嘅時候就會喺網上高咧係有簡介會嘅報名嘅啦。咁到時家長咧可以留翻啦。咁而我哋成個嘅係甄選測驗咧嘅報名咧，就會係家長提名咧，就會喺10月23號開始，至到去1月8號嘅。咁所以咧，家長就留意翻啦，喺1月8號之前咧，就為你嘅子女咧係報名參加我哋呢一個嘅甄選測驗嘛。而同學仔咧，亦都會喺我哋來年嘅2月至3月啦，就會係進行呢一個甄選測驗嘅。而學院咧就會喺來年嘅3至4月咧，就係對測驗嘅結果咧進行個評審。咁而我哋咧嘅結果公佈咧，就會喺來年嘅4月下旬。咁同時間咧成功成為我哋學員嘅同學咧，就會喺4月下旬嘅時候咧係會做埋一個學員嘅註冊嘅。咁而我哋期望咧就會喺來年嘅5月下旬啦，同學仔就會可以收到我哋嘅學院帳戶啦。咁去查詢翻有關嘅資料，同埋咧可以開始報讀我哋學院嘅課程噶啦。而喺度咧都係再睇翻大家啦，我哋成個嘅學院服務嘅對象咧係就讀喺香港學校10至18歲嘅資優同學啦。咁所以咧係大家去遞交申請嘅時候咧，我哋都需要喺香港咧係有一間嘅學校嘅。咁而我哋報名同學仔嘅年齡咧，喺來年嘅9月30日或之前咧係必須滿10歲嘅。而因為我哋同學仔喺來年大概5月尾先會係進入我哋學院啦，咁所以咧今年相等於係中學最後一年，咁即將都會畢業嘅同學仔咧，咁我哋就唔可以接受佢報名啦。咁而其他重要嘅事項咧，其實大家都可以喺我哋網頁去下載翻去了解翻。咁呢度有幾點咧，都想再重點提一提嘅。咁首先咧，我哋成個嘅網上我哋嘅甄選測驗啦，咁就會喺一個指定嘅網絡平台去進行啦。咁而咧範圍咧喺香港嘅地點進行嘅。咁而同學生係需要咧自備呢個嘅桌上電腦啦，或者係筆記嘅電腦，同埋咧係需要配備一個嘅網絡嘅攝影機，同埋咧最緊要有一個穩定嘅網絡。咁所以咧係需要喺香港嘅範圍裏面去進行啦。而我哋咧個學生咧每年咧就只可以透過學校提名或者係家長提名咧係報名一次去參加我哋呢個嘅甄選測驗嘅。咁如果咧係經咗學校報名啦，咁我哋嘅家長咧就唔可以去透過呢一個家長提名嘅方式啦。咁所以咧我哋就會淨係考慮學校提嗰個嘅報名嘅。咁所以家長咧都冇必要同學校溝通清楚啦。咁睇下會唔會學校咧喺佢哋報名嘅時候都已經會提名子女嘅。咁去支持咗之後先去睇翻家長係需要有家長提名呢個渠道去進行翻個申請嘅。
如果已經參加咗我哋呢個甄選測驗嘅學生咧，無論你係透過學校提名啦，或者係家長提名都好咧，咁係都唔可以咧，同埋喺學業裏邊咧，同時咧係接受校長提名呢一個嘅計劃去進入到學院嘅。咁如果咧家長咧係有需要咧跟佢任何嘅報名方式啦，咁必須咧係透過電郵啦通知翻我哋學院推出呢一個相關嘅申請啦。咁而新嘅申請係必須要喺呢一個截止報名之前咧去遞交翻嘅。咁留意翻啦，家長咧提供嘅資料咧係同時我哋嘅通訊電郵啦，係需要係一個正確同埋啦，咁方便我哋日後去做一個嘅申請同埋去交換翻你哋嗰個報名嘅確認翻你哋嘅資料啦。咁如果你期係需要有變更咧，係包括票專題咧，都需要係去驗入去進行我哋通知翻我哋學院會處理翻嘅。咁所以都提翻家長如果咧喺我哋個甄選測驗開始之後咧，都未收到報名或者臨近開始之前啦，都未收到啦，就記得咧係要主動通知翻我哋學院，咁了解翻嘅情況啦。咁好多時都可能入去做一啲嘅就業啦。咁所以呢個都係要你哋去傳翻個主動嘅聯絡翻我哋學院已經進翻嘅。咁關於遞交文件嘅方面啦，呢個都順帶一提啦。我哋學院咧亦都會係可能隨時係同學校啦，或者係透過要求翻家長咧遞交相關啲證明文件啦，去證明同學仔嗰個身份啦。咁如果咧係發現冇虛假嘅資料啦，咁我哋亦都會咧係即係取消你哋嘅申請啦。咁所以有關嘅家長或者監護人咧，亦都可能需要承擔翻呢個刑事嘅責任。咁所以呢度咧都會留意翻大家遞交嘅資料啦，準確同埋正確嘅。咁跟住落嚟咧，就會係不答本面環節嘅，唔該晒。係唔該晒。咁嚟緊嘅時間咧，就會係一個問答嘅環節啦。咁我哋都會盡量去解答翻家長嘅一啲問題嘅。好，咁嚟緊嘅時間咧，或者都可以透過一個我哋常見問題嘅入邊嘅一啲資料咧，同大家解答翻大家一啲疑問嘅。咁其實可以講解下啦。咁其實我哋嘅甄選測驗咧，咁其實同之前嘅甄選課程會有唔同嘅。咁我哋呢個係一個綜合能力嘅評估啦。咁同學咧就唔需要去特別去事先準備嘅溫習咁一啲內容。咁頭先我哋助理院長都有提過，就係成個測驗咧，咁主要係分為3個組別嘅啫。咁只係小學啦、初中同埋高中組別。咁大部分嘅題目內容咧都係選擇題嚟嘅，咁部分咧就會係一啲短答題。咁同學喺報名嘅時候咧，其實就已經需要係選擇係使用繁體中文啦，定抑或係英文去進行呢個測驗嘅。咁而成個測驗咧，其實就係當同學報名之後咧，咁就會喺一個指定嘅平台度進行啦。咁同學只需要係喺香港嘅任何一個地點，配備一個桌上電腦或者筆記電腦，咁同埋最緊要有一個穩定嘅網絡連接咧，咁其實就可以進行呢一個測驗㗎啦。咁頭先我哋都有介紹過，就係我哋學院咧，咁除咗有學校提名以外，都有一個家長提名啦。咁如果同埋亦都有校長提名計劃嘅。咁如果同學佢哋或者家長啦，對於學校會唔會喺另一啲渠道去提名同學嘅話咧，咁可以同學校嗰邊去聯繫一下，睇下學校嗰邊會唔會提名同學，定一話學校嗰邊係會鼓勵同學去參加家長提名嗰一邊。咁呢個都可能要家長同翻學校嗰邊去聯絡翻，睇翻個詳細情況係點樣嘅。頭先亦都有家長問到話，如果同學成為咗學員之後咧，咁佢哋嗰個學員資格係點樣啊？係啦，咁如果譬如係小學同學嘅話咧，佢同學成為咗學員之後咧，只要佢每年去完成到我哋對於同學嘅一啲要求啦，例如去修讀一啲指定嘅課程咁樣，咁佢就可以每年去延續佢嗰個學員資格，直至到去中學畢業嘅。
咁當佢升中學嘅時候咧，就唔需要再重新去參加過任何嘅甄選測驗啊，再任何一啲提名計劃咁樣嘅。只要佢成為學員之後，每年去成功延續嘅話咧，就可以去到中學畢業㗎啦。咁記得啦，當報名嘅時候咧，最緊要係提供一個正確嘅資料啦，同埋一個電郵俾我哋。咁因為我哋嘅主要聯絡方式咧，都係會用電郵去同翻家長去溝通同埋發放資料嘅。咁所以記緊要提供一個有效嘅電郵啦，咁同埋經常去查閱翻電郵內容啊，咁就可以收到我哋最新嘅消息㗎啦。咁而我哋係學院嘅課程咧，都絕大部分都係免費嘅。咁當同學可以成功成為我哋學員之後咧，咁就可以免費報讀我哋嘅課程啦。咁除非可能有一啲特別嘅課程啊，或者例如係去外地考察，咁可能需要一啲費用之外咧，其實絕大部分課程咧都係免費嘅。咁其實依家今次嘅簡介會，咁就同大家簡介咗真係我哋嘅學院嘅課程服務啦，同埋我哋甄選測驗嘅一個時間表。咁其實嚟緊我哋11月尾嘅時候咧，會有另一個簡介會嘅。咁呢個簡介會咧就會再同大家詳細咁樣講翻點樣去報名我哋呢個甄選測驗啦，同埋更加詳細係關於甄選測驗嘅內容。咁喺11月嗰個簡介會嘅時候咧，就會再同大家去分享嘅。咁11月嗰個簡介會嘅報名咧，咁就會喺11月中度啦，咁就會喺我哋學院網站嗰度會有詳細嘅資料，咁就會刊登出嚟嘅。咁家長都可以再留意一下。係啦，咁11月嘅簡介會，咁到時家長就記得係可以留意翻我哋學院嘅網站啦，咁就可以再次報名嘅。係啦，咁有啲家長如果可能之前有其他子女啊，或者對我哋學院有留意嘅話咧，咁其實我哋之前嘅提名計劃咧，咁同學係要進行一個網上嘅課程啦，咁跟住完成測驗之後，完成咗個評估課目評估之後咧，咁就要再交個人檔案俾我哋去做進一步嘅甄選嘅。咁但係今次嘅全新嘅甄選測驗咧，咁同學就淨係需要完成呢個測驗。咁完成咗之後咧，就無需要再交一個學生嘅個人檔案俾我哋，咁就可以㗎啦。咁或者今次簡介會就時間去到呢度，咁大家有興趣嘅話，可以再都鼓勵大家去留意翻我哋學院網頁11月度嘅公佈啦，咁就會有關於下一次提名簡介會嘅一啲報名詳情啊，同埋更加多嘅資料，咁都會係11月左右去喺我哋網頁度發布嘅。咁多謝大家嘅參與。